台南的官田国小长期来投入到水准的教育，今年甲文化局来合作，成立青少年流行电影社，培养着学生用影像来记录着水准的故事。官田国小的教室看到有学生摕摄影机，嘛有学生咧收音，因拢是青少年流行电影社的成员。这个社团是官田国小和文化局合作规划课程，透过专业的老师，教学生透过拍片记录水准教育的故事。那在这一段期间呢，我们所有的师生走访了所谓的曾文溪的流域，然后我们期盼的就是把一些过往所做的一些文字、纸本，把它转换成影像。这摆的课程自一开始的规划，一直到翕了的佳片，老师拢一步一步来指导学生，让学生会当发挥因的好奇心和创意，用画面表达出因的想法。看出去的世界变成透过机器、看观景窗、看萤幕，他们听到的声音透过耳机、透过这个收音装置，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可以得到很多他们想要留下的东西。这摆参加的成员拢是高年级的学生，有15位师生参加，除了让因学到专业的知识，嘛让因的校园生活留下一个特别的回忆。加青少年流域电影社让我学到如何摄影，还有拍摄的一些技巧。学习的时候没有说很困难，但是也有演戏、拍摄，还有收影。然后这堂课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透过影像，把家乡的故事记录来，嘛有学生在过程当中更加熟悉这片土地，介意着因生活的所在。